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号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啥物新闻重点。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各地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气象署指出讲，台湾目前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水汽较少，各地是拢真热，佮真热，温度嘛真悬。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山区佮有华东唱国有可能会出现超过36度的高温，各地哦过头嘛可能会落雷公雨。今天在中午过后，预计各地的山区以及西半部比较接近山区的平地，还有大台北地区，会有一些午后阵雨发生的现象。其中要特别留意的是，今天在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大雨。中午过后，这些地方的朋友在户外活动一定要特别的留意。而到了明天，跟今天相比，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不过午后雷阵雨整体的雨势的强度比起今天会稍微减小一些些，但是整个下雨的范围是会有些扩张的哦。气象署指出讲，一直到拜五拢是侪云好天，过到部分所在会落雷公雨。也毋过专家嘛预测讲，后礼拜18开始，太平洋高压减弱，会有日手头一波东北季风，北海岸家人哦可能会落短暂雨，天气就较无稳定咯。再来看，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地张交保路，今仔台北地方法院针对金华城案，搁再开庭，传唤郭文地前台北市都委会委员徐国成来了解审查的过程。北检是表示讲，针对郭文地交保，因会赶紧来提出控告。对车顶落来草也是真热情甲迎接，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的手无爱加讲，真紧行入去法庭，伫交保过当天搁登来法院，因为台北地院早起搁审理金华城顶案。会担心检方抗告吗？再到开庭，同款是问证人，团前台北市都委会委员徐国成，这摆开庭的重点放伫司法上的问题，但是到庭作证的伊表示，都委会敢若对实质的内容审查，根本司法无应该是因决定，嘛强调讲当初都法局派代表来说明，才互委员认为讲专案并无司法上的疑虑，才会持续来推进。威京集团主席沈庆京一透早嘛出现伫法院，原定要传的被告其实是无依，但伊提出申请，讲嘛要到庭来问证人，结果两个关键被告拢到庭，但这拄交保出去的郭文铁批评检方伫专案根本就查无不法，嘛互北检发声明，表示相关言论违背事实，是想要互人误解，因会较紧提控告。北检这几个检察官的脸已经被打到都肿起来了，结果他们竟然还有那个脸面说。他们已经善尽了举证责任，说他们要提抗告，结果呢？结果抗告的理由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啊，不知道。对检方回应讲，专案已经善尽基层的责任。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北检是目睭金金讲笑话。这摆开庭表定暗算下晡会持续来进行。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地昨一交保，就公开批评总统赖清德分裂国家。总统府是回应表示讲，无要接受不是事实的抹黑，佮强调讲攻击总统对理清事实无帮助。外界是预测讲郭文地可能会参选2026年的高雄市长，甚至伫2028年会南北合做伙来选总统。总统怎么看柯文哲说你让台湾4分5裂？面对记者的话话，赖总统无回应。民进党前主席郭文铁找到交保了后的讲话，唔若控诉是冤案，佮点名赖总统和国家分裂。不过总统府中心未对司法侦办中的案件评论，但是嘛未接受唔是事实的这种抹黑。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用攻击元首或者是污蔑司法的方法，无助于厘清事实。有没有污蔑哦？公道自在人心，抄家灭族式的想要摧毁民众党。总统府他们的发言看起来就像是7月鬼话连篇。郭文铁交保了后，后一步要怎行？未来南北合安怎布局拢真受关注。真正担无郭文铁点头答应南北合的好友谊，是希望探讨司法出什么问题。我想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希望借着这个事件，大家好好探讨我们司法到底出了哪些问题。2024南北合是破局，外界关心2026地方大选南北安怎合作，甚至2028总统大选，郭文铁敢会去配国民党的人选？媒体研究玉库预测郭文铁有可能投入2026高雄市长的选战。同款想要选高雄市长的哪位郭志文认为讲，南北嘛是爱集结。
蓝白绿都有人出来选的话，那我可以保证高雄起码有2%市长是新科的，蓝白也势必是要合作在一起。国会经过1年半的折腾，柯文哲主席是否有机会趁新会期改变这个态势，有别于过去不一样的蓝白合？那人士希望南北集结的声音是无断过，一直方认为讲是选国民党主席潜在的热门人选，嘛方点名讲若出线，可能对南北合不利的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再到讲出有意愿来参选国民党主席，但是嘛是爱含赵少康协调，看谁出来选，嘛认为讲若家己当选党主席，对南北合袂有负面的影响。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最近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讲台美关税谈判技术性的协议拢已经完成了，差落尾综合性会议，台湾希望讲会当赶紧来完成，嘛望讲关税就莫阁塔加。在总统嘛承认讲，台湾谈判的策略是考虑向阿拉斯加来买天然气哦，因为路线较近嘛较安全。总统赖清德伫上新的专访表示，有关台美关税谈判已经完成技术性的协议甲讨论，目前就等上尾综合性的会议。台湾向美国提出2大诉求，除了希望赶紧完成谈判，也要避关税莫阁抬起的计算。赖清德表示，台积电对美国的投资是伫关税谈判进前就决定啊，嘛讲到台湾关税谈判的策略。我们现在不管是在跟中东购买，因为那个船运上比较困难。如果是在阿拉斯加有天然气给我们的话，那它会比较安全，路线比较近。那后来因为美国政府的邀请，再加上关税在谈判，所以当时我们的确是有表达我们愿意去投资阿拉斯加。不过，根据经济部的统计，台湾有1/1半的电力是靠向天然气发电，因为咱天然气的来源是靠进口，其中澳洲占38%，卡达25%，美国占10%。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最近的报告内底，讲到台湾每一年为卡达进口4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双方各签27年的合约，加上卡达较会受到中国的影响，嘛不利供应若断去，台湾可能会拄到爱伊家庭甲便宜用电，或者是保障半导体产业运作之间的问题来选择。政府会持续去分散这个气源的来源国，同时增加这些形势比较稳定的区域的来源，来进一步稳定国内的这个天然气的供应。从这个阿拉斯加直接拉管线到台湾来，那数千公里的这个管线要怎么样去进行营运跟维护？然后维护的费用也很高，你的管线就算是从海底过来，那也有可能遭到破坏。专家指出，台湾抗天然气的设备有限，安全的存量敢若有7天至11天，除非安全的存量有到60天，才有符合能源安全的需求。能源署强调讲，会持续分散天然气的来源国，来稳定国内天然气的供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第80届联合国大会伫美东时间初9开会哦。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外交部长林佳龙最近是投诉外国媒体，呼吁爱甲台湾纳入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对联合国大会27500号决议恶意的解释。外交部今仔嘛来说明推动参与联合国相关的规划。外交部长林佳龙投稿去南韩主流媒体朝鲜日报，呼吁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时阵，国际社会应该纳入台湾。今麦联合国大会开议，外交部嘛开记者会，讲今年参与联合国的规划。政府今年推动联合国案的诉求，仍以提升国际社会对联大2758号决议的正确认知为主轴。事实上，联大第2758号决议仅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全文未提到台湾。外交部讲，会凸显中国扭曲联大第27500号的决议，排除咱国参与联合国体系不同的行为，而且嘛请友邦甲理念相悖的国家替咱发声。另外，有立委建议推动以台湾的名加入联合国，外交部讲拢会采纳。首先是中华民国国民，那台湾也不排除，只要说是维持国家尊严，我们都可以接受。另外，3年一届的国际民航组织 IQ 会议，23会伫加拿大蒙特罗举行，咱国嘛争取加入。2024年。我们提供了164万管制架次的服务，扮演了维系这个区域航空安全非常关键的角色。我们跟区域各国的空域密切相关，台湾参与 IQ 将让这个区域的合作更加完善。交通部强调讲，咱国长期以来全力遵守国际民航组织的规范，共同守护全球飞行的安全。希望国际民航组织重视咱台湾专业的角色，确保全球的飞安。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卫生福利部疾管署甲健保署的署长嘛交接，部长赵忠良是表示讲，咱台湾的健保已经实施30档咯，会来推动改革。新任的疾管署罗一军是头一个防疫医师出身的疾管署长，伊是讲伊望培养愈侪防疫人才，为防疫来做准备。交接应信。伫卫福部长赵忠良的见证之下，原地疾管署署长曾金祥甲应信交予新的疾管署署长罗一军。赵忠良致辞的时阵讲，罗一军今年47岁，学经历拢真出色，是头一个防疫医师出身的疾管署署长。新冠疫情的期间，罗一军伫咧记者会负责说明重要的防疫政策，挽回不实的信息，化解社会疑虑，有真好沟通的能力。相信未来一定会精进防疫的工作，卖培育更加侪防疫的人才。先后投入国内大小的疫情，包含 H7N9， 包含狂犬病等等，10年磨一剑。那么今天这个升任为署长，我想是实至名归。我这个任内，我希望能够做到最重要的就是说能够禁用跟留住更多的防疫人才。交接应信。另外，健保署嘛举行新任署长交接报答典礼。由现任健保署副署长陈良武升起来，伊讲上任了后会持续推动慢性病防治计划，严正论资计算费用的方案，扩大偏向医疗，推动医疗甲长照技术等等各项的业务。癌症连续43年是国人的第1大死因，未来的健保署将持续推动健康台湾的癌症奔月计划。卫福部初到早起连续举办2场署长交接的典礼，赵忠良强调讲，台湾健保已经实施30年，未来嘛会推动改革，尤其面对少子化甲高龄化，健保财务会多元性投入，而且改善医疗人员的工作环境，强化慢性病甲癌症的防治，持续推动健保数位转型，落实健康台湾的愿景。记者综合报道。伫美国晶片大厂普通表现真好的财报带动，美国4大指数全面拢起哦。今仔早起台股一开盘嘛起103点，盘中是大起超过300点，指数嘛起到24880点哦。台股的价值冲破80条，台股今仔最后收盘是收伫24855点，是起307点。台积电伫盘中嘛起破1200块，是历史新高哦。新台币换美金早起嘛起1.4角，是30块3角换1美金。一礼拜半导体跌要举行，苹果公司卖伫台湾时间初10的透早1点哦，来发表 iPhone 17，所以甲苹果相关的概念股嘛正受到关注。再来看新竹一个62岁姓周的查甫人，去年10月摕别人的身份证去南投德山的指南宫借发财金600块，服务人员发现就随去报案，相关是表示讲身份证是伊捡到的。南投地方法院是依照假造文书罪，判伊4个月有期徒刑，会当依科罚金12万。南投德山的指南宫，未少信众拢会想要来遮，甲土地公借发财金，希望求好运。不过，煞有人偷用别人的身份，想要来借发财金。有一个62岁姓周的查甫人，去年10月摕一个姓杨的查甫人的身份证，资料写的去柜台，讲要借600块的发财金。不过，伊用别人的身份来借，当场去互庙方的人员看破卡手。所以我们那个小姐就说你不是本人，我们就没办法借给你。爱多多如了要借的。后来刚好就是我们所有的派出所的一个巡逻，他们都会来巡逻吧。我呢，这个会计小姐就跟那个警人报告，那个警人就去了解，他警人感觉你这个是诈骗的。这个姓周的查甫人讲白贼，讲是伊一个朋友姓杨，委托伊来借发财金，那个乌白编一组手机的号码来填资料。不过庙方的人员比对资料，年岁甲相片拢差真济，手机的号码嘛卡袂通，所以无甲发财金借予伊，嘛有随报案。这个姓周的查甫人甲警方讲，伊是伫新竹的一间网络咖啡店捡到这张身份证，摕来借发财金，嘛写假的资料。对啊，因为他不至于缺那个几百块钱吧？对啊，毕竟他是人家的身份证，就是一个很不诚实的行为。那不仅有害社会秩序，也造成被害人生活及心理上的困扰。所为实属不该，但法院考量到周然坦诚犯行。所以最后依伪造私文书罪判刑有期徒刑4个月。南投地方法院审理了后，以伪造文书罪，一审判有期徒刑4个月，那一科罚金是12万，全案也会当上诉。庙方提醒，虽然借发财金并无真严格的规定，
不过，若是涉及不法，或者是偷用别人的资料，一定会报案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港的警察总队最近有2个警察涉啉酒赛车甲性侵，佮发生讲有人进入管制区佮上船，最近的状况真侪，嘛引起外界的关心。9月7日，透早3点40分，花莲的警方在巡逻时发现一位姓林的男性骑机车海来海去，甲伊砸落来。这个男性拖30分钟才救出，救出到0.53，已经涉嫌公共危险罪。先生，不好意思，我也是警戒的了。没办法，那酒驾零容忍。通融一下。虽然你做这工作，你应该也知道我们的立场吧？绩效的问题。这不是绩效的问题呢。对啊，你应该也知道公共危险罪是什么吧？刑法呢？这位花莲港务警察总队4名的警员封查到食酒骑车，原来对待有一位姓氏的警员是和老母的看护指控性侵。不过姓氏的男性表示，两人早就伫2020年10月就交往。不过查某迄边否认提起告诉，港警总队先甲伊调离现职。林员酒驾涉嫌违反公共危险罪部分，将记一大过。另外列教育辅导调整服务地区，另薛员涉嫌妨碍性自主罪部分。本总队已与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共同侦办。除了风纪案件，另外阁发生管制疏失。9月7日下晡2点40分左右，有一位27岁女性伫遮行入去有警员看守的花莲港公司大门口边啊，下过两早走入去下骹管制区的码头。他还上了船是吗？哎，是的，没错。那他有表示他要干嘛？他当时的精神状况意志不佳，只是表示他就只知道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他想要接近海。港警总队强调，已经把这位女性送去病院观察，也针对管制区交互人撞入去的地点，击倒红外线的设备。另外，针对因的警员涉嫌风纪的案件，也会加强内部的管理甲教育训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宜兰县有一个7岁囡仔，若看电视，若食四修啊，结果无细理哦，把一个模型吞到腹肚内底，家长是真紧张，赶紧带去看医生哦。医生是讲，若囡仔袂痛，无啥物症状哦，得当先观察。有囡仔摕到物件，一喙就合落。宜兰县有一位7岁查甫囡仔，若看电视，若食饼，煞无细致，甲超前600元的佚佗物仔食入去。家长观察几工了后，发现佚佗物仔无排出来，带到病院照电工，发现这个物件已经走去肠啊。这个吊坠现在的确还在身体里面，不过已经顺利的到达肠子的部分了，而且小朋友目前没有任何的症状。那大小的话看起来也是没有很大，看起来应该是可以顺利排出的一个大小。医生表示，若准囡仔甲一寡物件食落，无倒位咧疼，会当先观察。若是倒位会疼，也是肠仔塌掉咧，就要马上看医生。这个个案的囡仔无其他的问题，经过评估，佚佗物仔大小当对放晒排出来，所以决定先观察。是尽量不要让他碰触到面积小的玩具。对啊，我都会收起来。可是我们会很特意的去观察一下，很积极的观察一下，因为还是会担心。若是囡仔吞落的物件长度超过5公分，宽度超过2公分，还是表面尖尖，或者是有蛀裂的物件，就需要马上看医生，开刀剔出来。但是我都一直在呼吁这些家长。你在玩玩具的时候，跟你在吃东西的时候是要分开的。有幼稚园园长建议，家长应该让囡仔专心，一个做一件代志就好。亲像若是囡仔咧耍佚佗物仔，伊向腹肚枵，就叫伊爱先甲佚佗物仔收好势，洗手再来食物件，莫哪食哪耍，安尼会当避免甲袂当食的物件食落的情形，才袂造成健康的危害。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今年的上半年，有超过62万的国人去越南旅游，也毋过越南来台湾的旅客，敢若21万外人，差要3倍。新任的观光司长陈玉秀嘛，带团去越南参加旅游展要来争取越南的旅客来台湾。有学者是表示讲，因为咱国对越南签证的限制较侪，有业者嘛认为，因为台湾的消费较贵，饭店嘛真贵，这拢是原因。去年春节，因为旅行社的缩小，将旅客放伫咧富国岛，不过并无减少个人去越南旅游的兴致。今年顶半年，个人去越南旅游有62万外人，不过越南来台湾只敢若21万7千人。台北市旅行工会观察，疫情过后，越南快速发展观光，有风景、有媒体建设，对一寡消费力较高的中壮年以上旅游族群较有吸引力。不过越南来台湾的旅客成长无够多，力道还是稍显不足。希望呢，就是多给我们一点在地的
地接旅行社多一点资源，或者是各县市政府能多提一些方便我们越南进来的一些行销方案。即马越南旅客来台湾就要团进团出，集体申请签证，大部分拢是5天4暗，留伫咧北部的较侪，有一寡会去中南部，不过拢无去华东。上爱是101西门町，也有草山看花。越南是东南亚第2大来台旅游的市场，越南的经济成长快速。企业奖励旅游风气十分的兴盛，锁定来台潜力的企业，包括台商来进行拜访跟推广。越南目前只有关红专案，它并没有免签，在整个签证的这种推动上面，我们还是有这个持续加强的一个空间。观光署长陈玉秀加地方政府代表，也有73位业者做台湾观光代表团，去越南的5级名市参加国际旅展，推销台湾的旅游。观光学者讲，即马越南政府全力伫咧发展观光，一直有新的景点，台湾伫这方面就要加油。记者综合报道。咱政府要伫2050年达到零碳排的目标，嘛有提出咱家己定的 NDC 3.0的减气标准哦。也毋过环保团体检视就发现讲，目前咱国内针对温室气体减量的目标是定讲2035年要减4成。也毋过因依照国外实验室来计算，减量的目标就要到52%，2050年才会当做到零碳排哦。另外，其他减气的标准嘛，阁有真侪改善的空间。为着2050年的净零目标，环境部拜二有举办2035年国家自定贡献 NDC 3.0草案座谈会。民团嘛针对政府的内容提出民间检视的结果。讲政府伫5项内底有3项无合格，第一是碳减量的目标，第二是无清楚的减量方向，第三是无下部会协调机制。最大的瓶颈大概是2大项，第一项的部分就是我们在再生能源推动上面的这个社会信任，目前来讲的话有大规模的消失。然后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则是完全的忽略产业转型的重要性。我们的制造业部门是在我们排碳量占超过1半以上。民间团体表示，若是要达成2050年的净零目标，2035年减碳应该要减量52%，但目前政府设定的减量干那40%。另外，嘛建议政府对中央、甲地方、到社区，要提出清楚完整的机制。希望就是说，能够将地方政府的角色加入到 NDC 3.0的角色在草案当中。那同时强化说它的多层级的治理。那不止中央要落实那以外，它应该要将地方政府还有民众到社区的角色也一并参与进来当中。那并形成一个责任的问责链。全球面对气候变迁的危机，伫净零减碳的这条路，民团呼吁政府要加强政策方面的调整，加速推动产业减碳，嘛希望民众做伙了解减碳的重要性。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再来看教育部的青年署推出青年100亿海外愿望基金计划，对全国200外的高中生选出20个人，由新竹市的建功高中带队去冰岛哦，要让学生实际来体验能源永续的议题。学生也是讲哦，这抓因是学到真侪真宝贵的经验。分工合作，做了他们这个人生里面第一次尝试的事情。他们没有想过他们会在这边盖一栋房子。用家私到修理处，佮来到海边啊到捡粪扫。这群台湾高中生来到冰岛，除了实际参与当地国际 NGO 活动，也感受当地对环境生态保护佮重视。参与的学生拢讲，过程中学到真侪，尤其是珍惜资源的重要。你可以和当地的国际志工有一些交流，可以更深入的了解说冰岛他们是怎么发展永续能源的，然后也可以跟他们聊聊说你们双方哪里意见的不同。分成了这个能源探索组，然后分成这个国际志工组，然后透过亲身实地到这个冰岛去接触、去感受、去体验这样的一个计划，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应该有很大的收获。教育部青年署今年推出计划，由新竹市建功高中带20个高中生去冰岛。带队老师讲，除了开眼界，鼓励少年家也有勇敢的精神，嘛，让学生学会晓应变，
面对常常发生的状况，想办法处理，培养自信。像我们在过程中遇到爆胎啊，或者像是行李迟到，或者是像是我们班机直接取消，虽然遇到那么多的挫折，但是这些孩子因为他们很有追梦的勇气，所以他们都能够用非常正向的态度去面对。自己在家呀，其实很多都是可能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身边的人都帮你一手打理好的。那其实自己这样子一出去，甚至是出国，很多事情都是要靠自己独立完成。有学生表示，对这摆的活动找到合适的价值，把在过程中训练家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迄是课本内底学袂到的代志。卖甲经验分享给同学，继续走向世界。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尼泊尔因为政府甲一寡网络的社群平台封锁，上千上万不满的少年人是上街头去抗议，冲突阁继续的扩大。警方嘛用催泪ga水、水炮来驱离抗议的民众，造成至少19个人死亡，上百个人受伤。政府嘛伫国会附近来实施宵禁。上千上万的少年人冲向国会大道，甲铁网塞倒，要爬墙入去限制区。顶部警察赶紧向后壁退，伫咧路的真侪所在导火，救护车来回救人。国家创伤中心外口有真侪着急的家属伫咧等待，关火站也排甲路长。病院讲，受伤的人大部分拢是头甲胸坎着青，有一寡是送手术房加护病房。चेस्टमा इन्जुरी छ, टाउकोमा इन्जुरी छ, हात खुट्टाहरू इन्जुरी छ। अहिले 5जना माथि 2जना ओटीमा गइरहेछ, 3जना आइसीयूमा छ।尼泊尔政府以无登记平台做理由，封锁 Facebook、YouTube 加 X 等26个社群。示威者认为这是限制言论、打击网络生活的世代清算。政府先禁止社群，搁再互贪腐，毕加人爱上街头示威。They want to control us just like a dictator. I don't know what to expect from these politicians. I am just fed up just like the others. So we are against this movement and to bring a new Nepal for our good and youth people. 伫咧外界批评政府过度使用武力，内政部长莱卡伫希合的内阁会议宣布请辞负责。病院内面受伤人讲到迄当阵的情形，有人讲迄当阵只是坐伫咧天桥骹，就互枪支射着，质疑警方瞄准脚头虎以上，抑个使用适当的比例原则。 उभिरहेको बेलामा यहाँबाट गोली स्वाटेर रबर गोली रियल मेटलिक बुलेट यहाँ गएर मेरो मासुहरू उठेछ अरे अपरेसन गर्नुपर्ने हुन्छ अरे अब त्यही हो शान्तिपूर्ण आन्दोलनलाई गयो सरकारले दमन गरे मलाई 这场互人讲的是历世代运动的示威，因为诉求已经超过社群解放，进一步到体制性贪腐加世代之间的无公平。国际上包括联合国家人权组织也要求尼泊尔进行独立调查。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再来看墨西哥，昨有一台货车去弄到相站的巴士，巴士动作两节，嘛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55个人受伤。 有民众是表示讲，伫意外现场无看到设有冰交道，嘛无看到交通号志，当局嘛正在调查。 伫墨西哥西北边的阿迪拉科木科镇这个边高道顶悬，画面顶悬上正边的双赞巴士等要通过，但一台驶了真紧的货运列车过甲弄起哩，巴士的车顶覆强大的外力弄甲落落去，顶悬载乘客搁互列车过搞去。这个城镇的工业区有真侪仓库和工厂，真侪在地工人是坐巴士上下班，却拄着死劫。一个受害者的家属讲，双赞巴士无应该伫个列车高速通过交叉路口的时阵过。Mi hermana se fue ahorita, bueno, ella sí se pudo mover, me avisó que ya está en el hospital. Eran empleadas domésticas, trabajaban en casa. 一个伫个事故现场无到100公尺加油站上班的员工，拄好看到这段过程，伊表示讲有听到列车敢若平常时共款，伫经过这的时阵有提前淡水雷。事故发生之前嘛是有车经过边高道，另外有看到的民众讲现场无明显的边高道栅栏也是交通号志。当局已经针对这个事故和肇事的双方开始调查。根据墨西哥铁路运输监管局9月发布的最新报告，边高道事故上定看到最近几年有增加的趋势，去年有800件，2020年是602件。公司新闻5连编译。过来消息来看，高雄针对天高丽风地卫生局今年到达稽查354大工地，发现讲有170个工地有积水、有水汽，阳性率是4成8哦。昨新任的一管署长罗一军嘛专工落南去了解。
甲嵌伫材料顶悬的篷布，当年拢掀起来切切地检查内底是毋是有积水生水漆。因为一管署发现，这2年下过主体工地生水漆的阳性率分别达到3.6%甲4.6%。署长罗一军车备专工落来高雄，甲市府的工地人员斗阵去巡查工地，果然伫三明区这搭工地找到3只灰卡网的水漆。卫生局表示，今年稽查354台工地，其中有170台查到生水漆，阳性率有4.8%。现在已经将工地列为稽查重点。那整个高雄市目前的工地列管初估应该有到2000到3000左右。我们会针对重点的登革热高风险热区15个区，包含就高雄市的12个区以及仁武、凤山还有这个桥头这部分会优先稽查。除了工地网起生拖点多，要加强稽查管理。罗一军也表示，虽然高雄天狗日以前已经连续7天无增加新病例，目前也是12例。不过因为天狗日的暗早期长，卫生局也是袂当放任。卫生局表示，至今伫高山甲三明区已经清出56栋的粪扫。目前防疫重点也是环境整洁，互网起无所在通刮，网无所在通秘。在感染了甲发病这个期间上底是14天上长。温啊有到21至28天，所以总共拢爱伫差不多1个月以后，开始当讲清楚，到底这波疫情是毋是有控制掉的。针对一管署点名社会主体工地阳性率相关的问题，国家自导中心表示，因逐礼拜拢会巡查甲坑桥防治生水漆，后续会要求厂商落实环境的整洁。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阳昌报道。来看桃园燕麦场，目前是吨58000吨的粪扫单要处理。环保局表示讲，有2座的焚化炉会来安排处理，望讲明年底会当来处理好势。大粪扫场的大量粪扫已经砍土，暂时是片无明显的臭味。这是因为区原本大粪扫场就伫社溪边啊，离石窟地的主体区真近，居民过去是一直忍受有够臭、蓬蓬烟，佮有四界拢是呼吸这问题。大家拢希望讲这粪扫会当较紧撤走。有时候很臭，它会挖去烧啊，因为它先存放这里嘛。那个味道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会有一股味道。然后蚊虫又很多。同过去是因为处理能量无够，当其面对粪扫处理的压力，只好暂时把粪扫放伫大粪扫场。目前3座的大粪扫场，估计都有5.8万吨看现的粪扫单要紧清掉。环保局讲，新营焚化场旧年底完成整改，省职能中心嘛伫今年初正式营运，佮加上下关市的区域合作调度模式，互粪扫的处理量能是大幅提升。已经逐步有余量可以来处理整个桃园市民产生的垃圾哦。那我们预计在115年可以把我们裸露面5.8万吨的部分来予以清除。环保局表示讲，桃园逐工交付粪扫的生成量平均是1300吨，原来2座焚化炉逐工有存处理量差不多100吨，会全数投入去焚化这看现的粪扫，而且以风险较悬的龙潭电子炉，佮有观音补充，用为原本大粪扫场做优先，目标伫明年底来完成全市看现的粪扫的清除作业。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南健康路附近的安平运河伫丹那市丰泰市有一只竹排沉落去水底，已经2个月了，准备搁浮伫水面。渔民反映了后，这只排就先拖去运河的边啊。对台南市健康路6里标南边运河航道看落去，运河水面有一只竹排沉到水底，即阵佫通看到船尾。经过了解，这组台南市丰泰到达拢无处理，2个月游玩佫伫遮，因为款质关系无人处理，渔民烦恼影响船啊出海作业，连带影响安全，连运船观光嘛受影响。天然灾害来的时阵，迄水是无相像的。你船啊，像阮咧驶排啊。60马力，吹到前方，这座沟啊是驶袂行呢，对啊，爱日日弄来弄去，有当时这台这工具会弄歹了了啊。只南楼科楼的水势，伊会当啊流来流去，叫后壁遐有迄钓鱼啊、签啊，暗时啊因若要处理，会无看到。啊，包括观光船也对遮过。地方议员反映，已经有济人甲定情，附近渔民嘛拢找无这是象虾。事实上，若沉船的所在是伫渔港范围内，渔港所应该爱负责处理，因为这只船是无集船，这阵干务公司无法度插手。为了安全，台南市农业局渔港所初到透早已经先甲竹排拖去绑伫咧运河边啊。下暗安尼灯光佫较无遮尔好的时阵
这一个沉船伫咧主要的航道上这就安尼真危险相关的单位爱赶紧来做一个处理透早就请厂商先甲迄只船甲拖去边甲固定好，安尼互渔船出入，袂去影响到安全第一。高雄港务分公司安平港营运处指出，虽然这是安平港的范围内，不过长期互人占用，实际上是由市府来管理。虽然各单位拢有家己的立场，港务中心表示，后续会搁参渔港所进一步讨论，嘛无排除会加装监视器来维护环境，双边会搁继续沟通协调。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为了减慢地站落塌，中央甲地方做伙伫分林来试办高铁沿线特区暂留种植示范区的计划。除了要增加补助农民来转种番麦、毛豆等暂留，嘛来辅导企业甲农民合作。今年的示范区是对去年34公顷扩大到100公顷预计做的新水量大约是48万吨，差不多是190座游泳池的用水量。种植高铁沿线番麦准备收成，为着卖互地层搁内类，中方甲地方做伙伫分林高铁沿线，包含河北、土库、元长甲北港等等4个乡镇实施高铁沿线特区暂留换作示范区，提供省水的奖励金，鼓励农民加种较免压水的作物。补助来到这农民较免遐辛苦哩。种番麦可能减规半的水量有啦。伊番麦大丛。迄淹一半摆尔嘛，袂使伤淹啊。过去因为暂留较袂少，农民改种的意愿无悬。中方甲地方除了加补助以外，也辅导企业甲农民拍契约，照契约的计划来种植。示范区去年34公顷，今年扩大到100公顷，其中番麦就有30公顷，相当作物欠水量48万吨，和190个标准收水池用水量并济。在111年中获中央的核定，在期间，县府也积极的推动转旱作的一个部分，除了在1、2期有加码一些大杂量作物之外，然后也配合中央的政策去推动契作的一个模式。我从111年到114年，实际转旱作的面积已超过1000公顷。根据水利署监测资料显示，分林县2023年地站内内面积是247平方公里，2024年是226平方公里。去年比前年的情形搁较好。越南农业处是讲，即马增加暂留产销班协助农民拍契约，照契约计划种植，继续推广高铁沿线暂留换作面积。地站内内状况则被愈来愈严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华园林火车头后站有一条连外道路，新生路116巷是公所向地主租土地来开路。2当前租约到期了后，其中有一个地主是认为公所拢无定收开路的计划，所以就甲家己的土地围起来。最近中原街路一直路的两边来放油灯，也毋过公所嘛强调讲，因为经费不足，暂时阁无法度来定收。今每100拍的灯火摆伫车道的两边，驾驶来到这条真矮巷仔，拢会行较慢哩。中华园林火车站后站的新生路116巷，车路中互人围起来种食物，奇怪的景观引发议论。他们的地。对，所以他们就不要让人家弄，然后就把它围起来。一时来到现场，灯火油罐点倒，地主彭先生表示，并不是挑工压霸。2014年铁路高架化了后，园林市公所开发后火车站连外道路，向伊租12平方公尺的土地，暂时挖南美的道路。左右2023年到期了后，公所宣布愿意实施定收挖12米计划道路的规划，伊无法度只有是甲土地收回来。当地道路长期无电火条啊，所以伊家己自费点电火为驾驶指路表达诉求。伊要搞征收，讲家己要征收去工尔，我就袂见啦。你一条10米路，安尼就叫恁转过，公所搁发公文来讲，民众同意行6米路啦。民众大家少的吼，大条路唔行。园林市公所表示，土地租约到期了后，姓平地主表达无愿意承租，有将车路移至4公尺宽会当行，暂时袂影响到交通。12米计划道路总定收经费初估大约4,000万，超过公所的负担真济，当继续向中央争取经费投入。好，租约到期的时候，那地主就不愿意承租。好，那所以我们目前也都是有协调，其中有一边的地主有愿意承租，所以目前道路还有一个大概有4米宽的道路可以通行哈。那我们呢也要依照相关的征收程序哈，要去挹注经费，编列足够的预算，才能启动整个征收机制。
公司强调，排灯火若敢若是放伫私人的土地，被影响交通，就无违法。若是车路的电火条啊，要等12米的车路征收完了后，才会当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由地震时期风协组地下作战指挥中心改的大庇护海洋基金园有32档的历史哦，嘛见证台湾的军事历史，阁有生态的教育。因为目前大庇护风景区是由高雄市政府要来接管，传出500多种海洋生物的园区年底就要关起来了。市政府是表示讲，说来因会来进行活化空间的评估，也毋过业者是强调讲，因嘛来争取继续经营。大人囡仔最近杀，才勉强把这个门杀叮当。由二次世界大战防协组地下作战指挥中心改建的海洋基地园军事设施结合水族馆，是真侪高雄人的共同基地。这个定景湖风景区移交予高雄市政府，厂商的合约年底也要到期，恐起来关起来。这个隧道哈是以前的算个嘛叫文史的背景嘛哈，啊你要改修改，等于讲这个就拢无去啊，对，我感觉很可惜。这间关掉的话，那等于说尔后高雄市民要的话，要么就是要往屏东的海参馆跑，不然的话，很像再来的话就是要往花莲那边跑。游客加海洋生物活动，虽然唔是休困时，不过园区内面也是有真侪游客。已经开32档的海洋定期园，有青年的乌珊瑚顶珍贵海洋的化礁，一个校自麻顶500多只海洋生物。业者讲，若无法度甲市府继续签约，这款生物唔知要刷倒去。长期的适应这边的水质环境啊、空调啊什么东西。所以要在这一方面做这一方面的迁移的话，势必会引起很多生物的不适应性跟死亡性，这是我们很大的隐忧。是否将依契约督导厂商落实安全维护以及营运品质？而海洋奇珍园内的海洋生物是属于厂商的财产。后续我们将协助辅导厂商妥善处理。观光局强调，会以维护定景湖生态加改善休闲品质做优先，针对园区内面的空间场所进行活化评估。业者是讲，观光局伫顶礼拜已经派人来勘察了解状况，因会继续甲市府沟通，争取继续签约，避免馆内生物因为搬线干扰破病死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连锁店丹丹汉堡宣布讲9月12要开始起价哦。另外，台北时代顿饭店食到饱的餐厅10月开始，拜六礼拜嘛要起100块到200块。租价总处的资料就显示讲，虽然通货膨胀哦，阁无到紧改善，也毋过因为食食即马起真济，所以家庭的压力嘛变甲真大。早拄开门，就有4道人起来交关。高雄盐埕区这间阿财鸡丝面，原物料已经起几落届，头家是讲9月初开始，部分品项调5块至10块。真的一直在涨，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涨幅是最少了。可以理解啦，物价真的是高涨，然后人力人工这个也是真的很不好调整。除了面店啊，南部出名的连锁素食店丹丹汉堡嘛要伫12起价，部分套餐起5块，部分早安餐饮料起3块。美国五谷三肉糜等起2块至3块，也有11个品项停卖。店主是讲，因为原物料、人工也有因为成本逐年起价的影响。还行啊，5块钱而已，又不是天天吃。面店啊，连锁素食店起价，北部原有食到饱的餐厅起价。10月初一开始，时来等自助餐厅假日餐价小调悬，平均起100至200。主计处上新公布的8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1%1.6%，起价幅度比顶个月较大。虽然连续4个月比通货减价带有较低，不过是物类介绍起价幅度较大，加所得家庭承受的物价压力，也是比整体平均较悬。为什么我们的那个 CPI 它数据上看起来还不错？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呢是面对那个美国的对等关税的影响嘛，那这个影响呢，其实它会使得那个全球的贸易量下降。学者认为，美国是全球上大市场，关税的政策恐惊会让真侪国家经济活动减少，连带国际商品的需求也会降低。CPI 是综合车、乘、大、交通各种商品服务加权平均的结果。这届原物料起价幅度对食品需求量较大的家庭来讲，对物价波动的感受会较大。记者采访报道。
来看日本一个102岁人类阿久泽信吉，今年8月初5爬上富士山顶哦。伊伫6当前96岁时，嘛捌爬上富士山。今年是第2届得到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真做是爬上富士山上侪岁的人。伊讲伫过程中哦，伊嘛想过要放弃，也毋过因为亲戚朋友的鼓励，伊才有法度会当爬到山顶。山路正行，就伊穿红衫，也爬山拐啊，一步一步当着强风向前行的是102岁日本人阿久泽信吉，伊创金氏世界纪录是爬起富士山年纪上大的人。自分じゃ不安があったけど、やっぱり行ってみるとね、だから富士山も途中でやめたい時期がずいぶんありましたけどね、仲間に励まされて。だから結果的にはね、良かったんですけど。陪伫伊边仔有70岁查某囝甲查某孙，也有登山俱乐部的朋友。上尾阿久泽用3天2夜爬起哩海拔3776公尺的山顶，这毋是阿久泽第一遍创纪录。96岁迄年，伊就正做爬起哩富士山年纪上大的人。这几年已经过心脏病、出皮蛇，也有跋倒天几落尖，还是无放弃爬山。出发前3个月，伊1礼拜爬一座山，甲体力阁练回来。好きは好きらしいけど、確かに体のためにもいいと思います。別に何をしたからこの長生きできたんかなんて、やっぱり山がいいですね。阿久泽以前是引领设计工程师，即嘛住伫咧群马县的研究区，也是逐工做志工，甲人画图。今回は富士の上の方の部分を何枚か描きたいと思ってます。挂伫咧壁顶即款岛内面的山，伊拢捌亲身去过看过。对阿久泽来讲，山甲岛拢是陪伴伊一生平静的力量。公司新闻温芳怡编辑。来看澳洲牧羊犬的训练哦，本地拢是查甫的训练师，也毋过即马是有愈来愈侪查某的训练师哦。有人嘛认为讲查某人较有耐心，所以训练的效果嘛是真好。咱做伙来了解。牧羊狗训练师画一个口令，狗是照着指示，甲羊赶到指定的所在。这只赶羊的牧羊狗有一个正古水的名叫做 Mini， 而且伊的训练师也是一位女性。这几年有愈来愈侪少年的女性，甲多课共款参加牧羊狗试训员的训练课程，改变以前由男性主导这项活动的传统。A really good community of women who are trialling, and they're all like we get quite competitive at times, but just a really supportive community. I think it will stay and continue to grow with more women coming in. With our training schools, a lot of the people that come are women and girls my age, which I also find really fun. 像这边一个澳洲南部一个小镇巴梅拉举行5天的牧羊狗选拔赛，就来自全国各地观众来看。今年有12位女性报名参加，比去年增加5位。无介意这项活动的女性也当参加训练。Years ago, when I was at school doing it, there was only a couple of older women who were wives of other trialers, whereas now I think there's more independent women doing it. Probably half the people in our training schools now, at least, are women, and that comes across out here on the trialling ground as well, and in agriculture. 主办单位讲，女性对训练牧羊狗更较有耐心，所以欢迎伊来参加。全国牧羊狗试训协会也制定一项奖学金计划，帮助加鼓励少年的牧羊狗试训者继续参加全国各地比赛。经过训练，若是增加因的专业技术，也当互因的人面更较快。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华东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